伫台中沙拉有一间中药房违法卖禁药，伊用西牛甲麦粉以1两50万的价销卖予一个钓竿的阿伯。算算的，这个阿伯拢总伫遮开卖490万，落尾手要是不幸过往。经过家属举报，这个案件才呢爆出来，检方以野生动物保育法甲伊起诉，落尾手这个业者红判8个月有期徒刑，缓刑2年。 警方入去台中沙拉这间中药行搜查，业者涉嫌贩卖已经禁用的西牛角，以1两份50万卖予第六感情4岁老阿伯，患者到尾也是过身。家属甲台中市政府检举，台中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中药行业者4人的负责人甲4出后生，各判8个月，拢会当缓刑2年。犯非法买卖保育类野生动物产制品罪，判处被告2人各应执行有期徒刑8月，均宣告缓刑2年。 缓刑期间负保护管束，没收追征被告2人的犯罪所得，共计新台币487万5800元。业者无愿意加讲拒绝受访。根据检验调查，中药行业者卖第1级保育类野生动物印度犀牛4岁老阿伯买6届，拢总开487万外。业者2个人涉犯野生动物保育法、非法买卖保育类野生动物产制品罪。 认罪了后，法院依照协商庭书判刑完刑，条件是支付公课各5万，接受法治教育课程各2场，专案还可以当上诉。骗人的啦，骗人的要走正统一些啦。本市食安处每年有执行中医药稽查抽验计划，针对中药商、中医医疗院所。 不定期的进行抽查其使用的中药材及制剂。民众认为有疾病应该爱找正常医疗管道，唔通相信偏方。台中市卫生局是讲，食安处每年拢有执行中医药考查抽验计划，无定期抽查中药商甲医疗机构的药材。目前已经函问中药商工会，互会员知影，也搁再说明保育类野生动物的相关规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